好，我係赤毛會日本語學校香港地區擔當嘅 Gigi。赤毛會日本語學校位於東京日暮里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我哋學校有2個校舍、4棟教學樓，係可以容納超過2200名同學嘅大型學校。為咗保持教學嘅品質，我哋每一班係維持喺15至到20人，或者分配亦都非常之平均。我哋有提供一般留學課程、準備教育課程同埋短期課程，亦都有全面嘅升學同埋就業支援，可以配合唔同同學嘅需要。設施方面，我哋有24小時開放嘅自修室同埋學生宿舍等等，亦都會定期舉辦唔同嘅活動，例如係繪畫班同埋日本語繪畫俱樂部。如果有興趣想了解多啲關於赤毛會日本語學校，又或者係想報讀我哋嘅課程，歡迎向東大前日本語查詢同埋報名。非常之期待可以喺赤毛會度見到大家。